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又要同大家来小见嘛个喏，大家大概就看到阿群妹挨伫电视机头前，没食东西呀，就会啉东西呀，看到我大概就请享受享用。今日啦，我用另外一种方式享受俾大家看。今日我同大家来小见台湾菜系嘅酒。毋过唔会直接啉俾大家看，係用另外一种方式，係用乜嘅方式？係用看漫画嘅方式。因為有一本漫畫按到米雲豆子米，也啲都用漫畫嘅方式，小記有台灣嘅酒，韓國台灣菜系嘅故事，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咯，先來分享七重文化嘅執行長朱德豪，分享執行長分享。大家好，我是剧场文化执行长周德豪，很高兴今天来到福气来了。好，欢迎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哦。接下来是亚伯亚漫画嘅编剧来分享，安云分享。大家好，我是七重文化亚伯米云豆子米嘅编剧和安云，同风起来到福起来咧，希望大家人嘅客家話講到懂好呢，貼片練嘅哦，有特別練對不對？有練起來，練起來。對，接下來係亞伯阿米雲豆子米嘅其中一位漫畫家來分享，佩秀分享。大家好，我是这次合作的漫画家佩秀，很高興來到福氣來了。哇，很講哦，今日大家看嘅畫面都賞心悅目，有冇？又帥又美，我來同大家來分享日本第度啲嘅講台灣嘅酒嘅漫畫。你可能冇辦法直接吃到酒，因為可能有東東人像我一樣酒量很差，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吃到暗斗酒。但是我們透過漫畫的方式，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體會。所以上來啲嘅講嘛，該應用版來同大家來分享咯。先來請嚟呢這行中，先請執行長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人嘅七重文化劇場文化，上來給到啲嘅做嘛該，這個你們是在做什麼東西？好，剧场文化其實是一個很年輕的團隊，我們是2018年才成立的。哦。但劇場文化其實一直都是在做跟文學跟藝術相關的計劃。那我們在部分的計劃裡面，我們也會做出版。那所以像是繪本啊、漫畫，就是我們從一些專案計劃裡面去延伸出來的。那劇場文化也很喜歡做跟跨領域相關的結合。因為一開始就覺得它是劇場，很像那個演戲的劇場，但實際上它不是，它好像是聚集的一個地方，聚集在一起的意思。所以我們也會從專案裡面去延伸做像表演或者是音樂創作等等不同類型的一些專案，很多跨界就對了。那這一次，其實我覺得亞伯米雲豆子米亞本這一套書，我覺得它其實也是一種跨界。他把台灣的酒的文化，然後跟這個漫畫作品結合做融合。那這一次以酒的主題，台灣酒的主題來做漫畫，其實我頭擺係完全沒看過誒，是不是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怎麼會想要以酒為主題出版一個漫畫？好，這也很有趣。那個對，可以互相補充。好，我知道他剛以為我要講話，就事情是這樣子的，就是我們當時候在這個案子之前，先一起合作了一個在台東的部落的案子，然後是用2本繪本，然後把裡面內容改編成一個劇本，然後幫他們做30個小時的表演工作坊，這樣。然後因為當時候我們相處時間蠻長的，因為就變成是說，我們不只要工作以外，我們還要去走訪當地啊，然後去看看那邊有什麼東西我們可以結合的等等。那也很長，因為我們工作很累，在很熱的一個地方，所以等於說我們結束後就一定要去找一個好吃的東西，就是在這個吃的過程中，對，要去休息放鬆一下。對對對，然後休息放鬆以外，你也可以借由吃去感受到在地的這個文化結合跟他們飲食文化，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感受。所以在一個過程裡面，執行長就發現我其實蠻愛喝酒的。實際上是嗎？是愛喝酒，酒量也很好。
我不敢跟大家说我很好，我可以说我还不错。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他想的这个企划，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最后就形成了这个企划，要做一本漫画，然后是跟台湾的酒有关系的。对，其实安云讲的是其中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们在台东有2年的时间，其实我们认识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也到很多部落去认识很多部落。那其实我们发现很多部落他们都有酿自己的酒，然后他们部落之间的酿酒，他们也会做比赛。那所以其实我们发现酿酒这件事情，好像就它可以连接到很多跟人跟土地的关系，或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其实酒它好像很适合来说跟台湾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的故事。那其实特别是台湾人很爱喝酒，但其实很多但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其实台湾各个地方都有他们很多独特的在地的酒。那所以其实我们就后来就跟安云讨论，也许我们就可以延伸从酒这个主题来做一个漫画的出版。而且我一直其实有怂恿看到一的年收给亚本漫画的一些文字，然后他们都有提到一个观念叫做地酒。因为地台湾 M 芒色汤沟没有听过这样地酒的概念，这地酒概念听说是从日本来的，对吗？这个地酒是什么意思？地方的地，对，它其实就地方的酒的意思。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认识地酒这个词的时候，也是因为在到日本旅游的一些经验。那我有一次我们在日本和歌山，然后我们当地人带我们去一间他们的餐厅，然后其实发现他的餐厅旁边就在酿制他们在地的酒。那所以其实从那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其实原来日本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地酒的文化。就系几片素材，用几片的物产去给它做出来的酒，然后就很有地方的特色。因为大家知道，有可能富有的节目跟观众朋友听出底，大家素材中间农作物、农产品，跟米系都冇共用。就算它一样是米，苗栗的米跟台东的米吃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它就是有一点点细节的不同。跟汉卡姆斯讲，再讲哪样的农作物来去做酒，它的味道一定也有它自己的特色跟不一样。这一次我们用漫画跟模式来同大家分享，不仅有图有文，而且我最后还有看到每一篇结束都会有一段文字，黑来收给就是这些做酒的这一些农民、这些小农的一些故事，而分享本台噶，非常的有特色。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算了二丁那一篇当中的买也都要脱俗呢。其实现在在各大通路，像博客来或诚品、金石堂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在北中南东各个地方的独立书店也可以看得到微醺岛之味。好，所以泰嘎听说了多多支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可以在漫画书里面看到七嘎台湾土地的故事，透过漫画，我很少用这种方式来看到，所以呢，这一次也特别找了非常多位的漫画家 Q 哈来合作啊，其中一类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佩秀丑都给片，谢谢。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三位怎么会想说要合作呢？怎么会一起？两位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计划的关系会一起合作，但怎么会找到佩秀一起来合作？要不要分享一下？那时候其实我们因为在关于酒这个部分，其实就会跟生活有关系。比如说，你可能在地特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找到新竹的柑橘，然后或者是说可能台中的、可能东势的梨子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在地的物产，然后就会关系到当地的文化，然后文化也会关系到当地的饮食，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在我们把这个8回的脚本内容大纲拉出来之后，开始去想象说，那如果这样子的内容跟怎么样的漫画家合作会非常的适合，这样。那因为我们在这一回一开始出发是从台北，就新北市这个地方开始出发来讲这个故事。那对，所以在画面里面看到一些，比如说关东煮小吃店啊等等，其实是我的日常生活。那我就希望可以把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片刻可以放进去内容里面，让大家在
观看的同时，都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那种生活感。这样，所以我们选了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漫画家来用他们风格来加成我每一篇想要给大家的感受。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读过这样子的漫画，就是它的每一篇的画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很新鲜，因为我翻每一回，你就知道，有一些琼黑的新的故事，但是它不完全是一个新的故事，它每一篇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篇都是一样的主角，同样一个主角贯彻到最后。那这个主角都是从这个阿川这个角色来出发，第四店一台茶一台茶就是一间酒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阿川这个角色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时候因为其实现在回头想想，但我在写故事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只希望可以有一个角色，他像是说书人，但他又可以是倾听人的角色。因为有些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可以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有些人，他经历很多事情之后，他会成为一个很会倾听的人。那我希望他在这一次的故事里面，他是走一个倾听别人的状态，来带出每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或是地方人物角色的小故事这样子。是，所以。开始觉得这个跨度有点大，是也没想到啊。对，听起来是很困难的跨界。对啊，然后我觉得后来现在想想啦，其实是因为我爸爸也是司机。然后我小时候有个印象，就现在聊到我才想起来，就是我会坐在我爸爸的货车的旁边，然后就跟着他这样子开车，然后到很多地方。那当然，他每次去到一个地方，他都得跟当地人打个招呼嘛。然后比如说他很常去送那边的货什么的，对方就好像跟他很熟，会开始跟他聊天啊什么的。那你就会在他们的对话中，或是说他们穿的服装、拿的东西，你就会感觉到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感觉。就当然是我小时候，因为对于整个社会或者说世界的样貌我还没有很清楚，但是我是用这个方式来初步认识世界，所以感觉也是一种漫画的感觉，因为你每一个东西都变成一个画面。基多诺斯底度，古手亚美黑亚布微醺岛之味，想要透过画面，然后其他都上讲的分享给大家。先休息一下，还有韩卡多内容要同大家讲哦。好，各位天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漫畫，2本一套漫畫書。佢係同大家來分享嘛嘅主題係講台灣嘅酒同蔡天妍嘅故事，用漫畫嘅方式來同大家講。其實我自家看睇以後，我知道也係咧同貼片咧。結合很神奇的結合，那我也同時也很好奇，來當這個這一套漫畫書系列的漫畫家們，是不是其實也對酒非常的有感覺？會嗎？佩秀跟大家分享一下。會啊，那時候收到執行長的信的時候，他就是提到地酒，因為我也是有看很多日本相關的地酒的漫畫，然後其實大家如果就是有想到法國葡萄酒的話，我覺得他們不同莊園的酒其實也算是某種地酒，因為大家會就是討論說那個產地的風味有什麼不同，所以就是對這個本來就蠻有興趣的。所以就誤上賊船了。賊嗎？對，但是我有聽說一開始這個故事其實它並不是這麼的，原本好像是因為佩秀沒有很擅長溫馨系列的作品。因為其實像我們看到這前面這一本漫畫，其實是佩秀的作品，對不對？對。那你的風格其實聽說是比較走心靈系列的。就是我。如果說想到地酒的話，就會想到原料這個東西。那我想說原料的話，它可能會有比較多農村或者是鄉村的場景，那可能免不了要談到人情世故。那這個東西我其實沒有非常擅長，所以安云他就特別跟我說，這是為你量身打造的故事。因為他在講都會裡面有書裡的那種部分，所以我就覺得好，那我應該可以勝任吧。雖然我還沒看到劇本，就先答應，就答應了。我覺得就是前面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說，就是我們找了他們，不是說找了他們之後就硬是結合在一起。比如說像佩秀，我很喜歡他的作品，我早就很喜歡他的作品。有先做一系列的功課。對，除了功課以外，當然比如說以佩秀來說的話，就是我幾乎有他每一本作品這樣子，我本來就很喜歡他的作品。然後
再来是说针对每一个漫画家，我都是有做功课，做足功课才去跟他们做合作，所以等于每一篇我都有把他们的特色元素，甚至是他们可能我想象中的节奏或状态，然后当然再加上我们可能开会的时候可能聊啊等等之类的，我可以感觉到说哦好，那他可能什么样的创作模式比较适合他，比如说要放松一点呢，还是写得很细呢，还是说什么东西要做什么变化等等的。故事要的一开始你就先雄厚就是其实都已经想好说这一篇故事大概会是找哪一个漫画家来做，所以才会觉得有被量身打造的感觉，对不对？就是量身打造，就是接收到这个剧本，然后要来创作它。那我想要问的是，像是这一次第1回合的故事啊，刚刚有稍微提到一点点，它是讲有一点点孤单失意的男子的故事。那其实里面有提到非常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像是这个城市里面他很孤单，但是却有一些很冲突的画面，比如说一开始有讲到那个小吃摊，有那个关东煮的小吃摊，但是突然间出现一只蜈蚣，然后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画面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个灵感要把蜈蚣放进来呢？我很好奇。我的话就是当你很失意的时候，是很沮丧，或者说你很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旁边人的反应，或是你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感，比如说那么大只的蜈蚣，那是我实际上我自己发生的事情，真景如亚天事情哦。然后你其实就会根本就懒得走，就你会盯着那个方向看，但是其他人的反应对你来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为你无视了其他事情，你心里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更难过的事情，所以你没有办法关注那件事。对啊，然后再加上是因为我开始有说，就我觉得在地方就是发生的事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比如说大家可能就也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不蟑螂呢？蟑螂很常出现啊，你应该也不会这么害怕吧？就但旁边人的反应，因为我当时候真的是看到这么大概25公分这么长的蜈蚣，然后我们旁边人真的是全部人跳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在看佩秀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被还原画面的感觉，就没错，有声音的画面，你只有给他文字，但是他用画面可以还原你脑袋的想象，你的记忆。对，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因为像是我当时候，当然我在文字上我会尽可能的写详细，就是可能那个场景里面有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佩秀很擅长用画面来推进一些情节啊，或者大家的情绪啊、故事的状态等等的。但我那时候，因为我发生的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关东煮的店，然后里面就是一个他老婆开的那个理发店这样子，然后所以整个场景，我觉得对我来说，当然我没有说一定要他往哪个方向去，但是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就说啊，对我好像回到那个地方的感觉。所以他有抓到你那时候在写剧本给困样给凶犯，又或者是新北市其实每个地方都长得差不多吧，也可能是这个样子。还有节奏啊，有心电感应吧？没有，我觉得还有那个就是面对事情的节奏，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很精准的抓到那个感受。像是孤单的感觉，我很好奇孤单在漫画里面的呈现。像是佩秀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如果用漫画的方式要呈现城市的孤单，你可能会用哪一些元素来堆叠？城市其实就是聚集了各种人，然后他好像会常常会看到他热热闹闹的那一面，可是其实大家就会一转身或一戴上耳机，其实马上切断那个关联。那这一篇里面的男主角，他其实像一开始面对蜈蚣的时候，其他人就是都很有反应，对，但是呢，他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就是没有办法。关注到其他周围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其实都市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可能真的是生活让他们变得有一点无感，有点麻木了，所以就呈现那样的状态。然后这也导致后来剧本里面就写到他跟就是女朋友分手的原因。对，然后就是这个失忆的男子就去了这间酒吧，什么酒吧？移动酒吧，移动酒车，移动酒车，对，很好，很好。移动酒车就黑呀，这个主角阿川吉斯的那亚腿茶，然后一系列的故事就此展开。那我刚刚有讲到，其实亚头苏迪度有7个不一样的漫画家，所以你在看到下一回的时候，你会发现画风的不同。那其实，在第1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画风其实就是佩秀自己的画风，人物的角色，他的五官并不是完全刻画出来的，对不对？对。这一方面就是会融合到工作当下的状态，因为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状态，所以有时候这个会直接带入到人物的表情上面。
那其实有时候我画其他可能儿童书的插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强烈的要求说一定要笑或者是哭之类的。那其实我们当下的表情也是跟着里面的人物一起笑或哭的，就是私底下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变成说我自己的状态可能也会变成塑造我自己笔下的漫画人物，他们也是一个相对外在表现比较平静的状态。然后再来是漫画的话，漫画人物常常就是大家会习惯那一种很符号化的五官，那这个东西我到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我觉得比较好拿捏的，那我觉得那就先把他的五官去掉一半，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大家不需要透过他的表情，是透过剧情，然后还有他们的对话，来推进这个故事。但是听说因为第一篇这样子，其实也好像对于建构阿川这个角色，可以让大家更有好奇感，对不对？想要听音色给感觉，因为第一篇就是才刚认识这个主角，然后不知道他实际到底是在想什么，他的情绪是什么，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反而有点引发好奇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投射可能可以更广吧，因为就变成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说他可能会这样子诠释，然后并且因为他知道他是第一篇，对，所以我觉得在顺序上有这个考量，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对，而且我们一直都在聊角色，都还没有提到这个第一篇很重要的这个台湾的农产品，就是柑橘。柑橘在里面其实也很重要，而且我看到里面有结合说什么香水橘子要连皮吃，然后连接到女生的香水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对，这一段其实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因为看到剧本里面就是有写到说，那个橘子要连皮吃，因为橘子皮它本身有香气。其实不是连皮吃，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可以感受到那个意思，就会讲你给把柑妹的时节啦，你要批到柑妹给柑妹皮的香味再够色柑妹，这样你才会有肉又有皮的味道。所以连皮吃是这个意思哦，跟观众解释一下，不要真的把皮吃下去。还原那个当下他们教我们的时候就说连皮吃，所以我那时候我其实也想说连皮吃你直接咬下去吗？那不是苦的吗？然后就他就示范给我们看，就原来是长这样。对，好，不好意思，天兄继续。那当下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在想说这边可以搭配什么样的画面，然后就想到说，我自己有一瓶香水，我当初喷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剥完橘子皮手上会残留的味道，所以我就把我线上就是真的拥有的那瓶香水画进去，就是现在桌上这一罐香水，看到那一罐，然后在这个书里面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嘅经验，韩国甚至过去片段呢一条记忆，然后再把自己的想象结合在一起。那想问一下执行长，你自己看完第一篇的感觉是什么？看完佩秀的话，因为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其实一开始就很喜欢佩秀的画风，所以其实佩秀她在画面的呈现上，其实有确实把安云的脚本想要传达的这种都市的冷调的这种感觉，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很喜欢佩秀的画的第一篇。我觉得很不容易耶，你可以透过其实这一套漫画是黑白的。用五抛会缝色，你可以传达情绪。我小时候不是一个这么爱看漫画的人，但是我透过这一套漫画，我可以感觉到人物的情绪，可以感觉到想要分享的故事，然后充电胚，你还都得再对应一下台湾地方有哪一些酒，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故事還有當中內容，一同睇下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哦。好，非常大家有種到福氣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米粉豆紫米亞頭漫畫。雖然講係漫畫，啊唔過同台灣在地嘅酒，韓國亞頭農民情有關係。啊，故說今日嘅節目有請到嘅亞三茶，全部都懂好喝酒，有嗎？有都很喜歡喝酒嘛？好，所以就是都是創作了這本漫畫，非常非常的不簡單，有非常多元素在裡面。故說今日嘅有發嘎嘎go，這個是沒有蕊過的快問快答。那先來問第一題，待會問完就是依序就是執行長安云佩秀來回答哦。好，第一題。8回故事里面，自己最想学会酿哪一款酒？执行长。
好了，或者是你最喜欢哪一款酒？等一下，很紧张哎，要不然艾云先回答。好啦，我自己如果是酒的话，我自己个人会很想要喝看瓶中梨，因为我当时候我唯一就是因为我喝遍所有人的酒，就是没有喝到瓶中梨。好快乐哦！很快乐吗？是蛮快乐，因为大家的酒真的都很好喝，而且都层次分明，尾韵都很特别，都会让你想象不到的。对，既然我们都已经聊到瓶中梨了，我们就直接来聊这一篇，好不好？好啊。那个执行长，你再想一想哈。其实这个瓶中梨黑敌度亲民一回合第8篇，然后这个瓶中梨宽亚片漫发的时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天马行空，就像出现在脑袋里面一个幻想很奇幻的一个故事。然后看它以后，我就还上网搜寻，因为后面有那个文字介绍嘛，我就上网搜寻到底瓶中梨是什么东西。我还真的找到姓苏的那个农场的老板跟老板娘，然后呢，给他的种这个梨啊，我先讲他们的商品，一罐酒，底度有一粒梨耶，那瓶口那么小。你就会想说那个梨子到底是怎么放到这个瓶口？对，就像我们先从工业都会胸片，对，它到底是怎么放进去？但是知道那个过程，就是里面有讲到成功的几率非常低，就是你梨子还小的时候，你要把它塞进去，对，就1元硬币大的时候就让它在里面，然后并且它用的各种方式，其实我都把它转化成画面，让那个那一回合的嵌反画进去。我觉得嵌反也很厉害，因为像我跟每一回合的漫画家都有不一样的合作方式，比如说像佩秀跟他聊的时候，知道说他喜欢空间，然后能够自己发挥东西，所以我在写脚本的时候，我会把一些线拉掉，然后让他从他的角度去发挥。那嵌反的话，我其实写的虽然他画的是天马行空的东西，但是那个也是你想象它是天马行空，还是漫画家加入的创意？是我想象它天马行空，然后并且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嵌反我觉得很厉害一点，但是第一就是我知道他很会画虫，他很会画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所以其实他的每一个画面，我其实写的非常细的。然后，但就是我写的文字，他把它转化成就是这么天马行空的画面时，完全是我脑中想象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走进我，对，很走进我想象中的那个世界观。就是我觉得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然后再加上是说，因为他的每一个动作，比如说像它里面可能在想象中是太空的罩子啊等等之类，这些步骤都是瓶中梨的制作过程。哇，还可以做这样的结合。对，因为当时候这个老板啊，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用漫画这件事来介绍他们自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大家很常，比如说他们宣传单上都是文字啊等等之类的，他觉得大家可能对他们没有那么多有好奇或是感受，但他觉得或许画面可以让事情变有趣。然后我心想说，好了，够有趣了吧？对，用变天马成行空的方式。对啊，对，而且这些漫画家是没有亲身到这些农场有做田调、有做体验的，所以我也很想问一下佩秀，你这个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个你最喜欢的酒？我想要喝自己画的那一篇的柑橘酒，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喝到。我在画的时候，甚至还想说，会不会到时候他有成品，然后我还可以帮他画酒标之类的，就想很多。但是还没机会，是不是？对，我就之后自己去那边看，就是能不能自己买一瓶来喝。对，所以你看哦，真的懂神奇的这样子的结合。那执行长想完了吗？好，其实最喜欢的。其实这一题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是因为我在每一个田调的地方我全都有去过，但是因为每个地方我都不能喝酒，因为我要开车。对，为了我，就是我大喝特喝。我很抱歉，所以提起你的伤心事。我每一款酒我都很想喝喝看。对，但你都没有喝到。他闻到了，我都会说来闻一下。那如果是你觉得最有趣的，那不然从漫画里面来挑好了。漫画里面你觉得最有趣的一支酒？应该说如果真的最想喝的是我们在台东，我们有去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其实那一个部落传说中他们酿的酒是带有蜂蜜的味道。对，那是原料是什么？很好奇。糯米做的酒。那所以其实在我们上次的第2回，我们在讲的是部落的一个部落的故事。我有印象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有那个丰年祭跟祖灵的感觉。对，很丰富，这个超有趣的。
你说的是这个吗？对对，其实在台东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到不同的部落还有酒厂，那其实他们都有告诉我们，其实在即便是糯米酒，在不同部落都有不同人的做法。那特别是我们去的那个部落，他们的糯米酒是传说中带有蜂蜜味道的。哇，这个我也好想喝哦。所以其实这些酒，你虽然都呀这个曼发底度你有看到，可能没懂上是没相关牛鸡飞耶，就是我们有出这个礼盒是微醺岛之味的礼盒，它会有2支酒，然后再加一个小酒杯，很可爱的小酒杯。这一套酒是用什么酒？我们请执行长稍微介绍一下。好，微醺岛之味这次有出2个酒款，那我们在左手边这一个关曲古米酿，它是用有一个漫画里面的这个农民，其实他赋予了台湾的古米种，那所以我们用它这个古米种的名字叫做关曲，所以我们就直接取关曲古米酿，其实它是清酒。那可是它是浊酒的清酒，对不对？它是有那个稳那都带海，我们用华语怎么讲？浊的在底下。对，那对，那所以介绍第2款的话是初梦，初梦是我们跟台东的初力酿合作的，它是糯米酒。对，所以如果去现在这个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私讯我们的粉专微醺岛之味就可以。微醺岛之味，对，就可以购买到。很漂亮哎，因为它就是一整个礼盒，而且它非常的有文青感。然后如果可以搭配这个一整套漫画的话，就会更有感觉。但其实刚刚有讲到剧场文化，其实一直都在做跨界的事情。漫画的内容也很跨界，出个礼盒也很跨界，但其实它甚至还有音乐的加入，对不对？对，我们这一次也出了一个微醺岛之味同名的单曲。哇！我们邀请音乐创作人克里夫还有柯君元来帮我们创作的。对，然后这个主题曲已经发行了，在网络上可以听得到。对，在各大的串流平台啊，或拍看那个Spotify 等等都可以听得到。对，那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更跨界的微醺岛之味的演艺活动，有可能会产出吗？我们希望微醺岛之味它可以走得更远更久。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计划除了出版，我们也做单曲。那当然更长远的去想，我们当然有一个想象中的一个梦想，希望可以朝向影视化的方向来进行。这真的是大跨界耶！其实就在，因为我平常本来就有写影视的脚本，也有写游戏啊、绘本啊、舞台剧的脚本。你自己又是演员，对，你也很跨界。就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因为我写漫画的脚本，其实的写法又跟可能写舞台剧啊或者一般绘本不太一样，它其实就比较偏向影视的一点脚本的写法，就比较白描一点。因为它都是用画面的方式去拼凑。所以你必须要把一些无谓的形容词拿掉，才不会每个，因为你想象中，假设我写的黄色，那可能他的黄色的感觉的人跟我的黄色感觉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的人，所以你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把他正在干嘛，在什么样空间，然后所有的细节把它写出来，这样漫画家们我们彼此创作的时候才不会有误解，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可以影视化，但我朋友们都有私讯我说，他如果可以拍成小影集很好看呢什么的，我想说就带。有机会，大家敬请期待。那其实接下来也要期待剧场文化再带来新的作品，在3月即将要来发生。同客家话有关系的哦，什么？呀，书名而呢嘛，咩？一本书，用版的书呢？它是一个客语计程车司机的私房旅游路线。那我们旅游书。因为其实跟观众朋友可能会知道，现在其实有客语计程车，那我们想要从计程车它的视角来带我们去桃竹苗的客庄，他们的一些释放的路线会是什么呢？那所以我们就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旅游书，然后也是预计3月多会跟大家来见面。对，3月的时候会做出版。好，大家做一轮好好期待一下，鼓手剧场文化的书，还有这个微醺岛之味的漫画，甚至讲厉害，希望大家都注意呀，台湾
精彩的个故事同大家来分享。今日非常什么3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安子 C。为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跟曙光休息一下，听听欣赏，看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来嘅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